天下武功千变万化，身而明之，存乎一心。无论你的武功多么精妙，只要有招，便会露出破绽。当初与东方少侠一战，他也只能靠内力取胜，在招数上奈何不得我。没想到公子剑法通神，胆识过人，佩服，佩服啊！冲虚道长，正道安危全系你一人身上，你怎可轻易言败呀？令狐公子已破了我的剑法，再斗下去也是自取其辱啊！晚辈只是一时侥幸。方正大师，3战1胜1平1负，打成平手了，该当如何呀？令狐冲，今日你我来比试一场，我们既分胜负，又决生死。师父，五岳剑派福州一行，被你这个不孝之徒从中作梗，坏了大事。今日岳某愿为五岳剑派出这口恶气，为华山派清理门户。呀，师娘，爹，师父，珊儿。岳不群，你果然是个伪君子。重耳刚与冲虚道长激战一场，怎么想讨便宜吗？各位施主，现在正是饭时，请各位用过斋饭再比吧。师哥，你为何如此狠心，要将冲儿置于死地？苏冷禅，他已经起了祸心，他想吞并五岳剑派。如果此时我包庇令狐冲，那就等于把把柄交到他手中。你是堂堂的华山派掌门，他能将你如何？师妹啊，难道你真的以为衡山派2个师太他们是死于魔教手中吗？苏冷禅，他现在已经丧心病狂。没想到你竟然是……师妹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贪生怕死是吗？为兄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华山派百年基业着想。再加上令狐冲这小子，他是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
岳不群心胸狭隘，又几次三番的针对你。一会儿交手，不必留情面。莹莹，小师妹的事儿，等咱们离开后，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。爹，你伤势怎么样？未将寒气逼入丹田，只要12个时辰之内，能够把寒毒驱尽，性命无虞。等令狐兄弟7、8月不去，咱们立刻密地为教主疗伤。你我已无师徒之情，两见吧。弟子不敢。冲灵剑法。小师妹。师傅，还手！
许我改邪归正，浪子回头，不但可重归华山门下，还可与小师妹结为夫妻。哎，不如我传你冲灵剑法吧。冲灵剑法？我怎么都没听说过。这是我跟大师兄自创的，华山只有我2人才会。好啊。莹莹甘心为我而死，我岂可弃之不顾？苍松迎客，浪子回头，萧氏成龙，果真是师徒情深啊！你别误会，我爹是凑巧使出来的。令狐冲带着辟邪剑谱重归华山，迎娶掌门之女，岂不美哉？你胡说什么啊！小林子，小林子！师父，冲儿，冲哥，冲儿，住手！泰山派，赶快住手！你们赶快离开寺中，走！左盟主，身为5岳盟主，却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辜负大家对你的敬重？刘掌门，是，也绝不能放虎归山。2位，大局为重，追！左盟主，请留步。哼。